由新鴻基發展位於元朗錦田嘅 Park YOHO， 其中第2 B 期 Park YOHO Napoli 近日2樓推售，發展商亦都開放2樓俾我哋參觀。首先睇21 B 座8樓 A 室，實用面積572尺，屬於2房緊廚連儲密室間隔。一入門口設有玄關位，玄關嘅左邊係廚房，兩邊工作台面設計，設有唔少嘅收納櫃，配備各種家電，包括雪櫃、洗衣乾衣機、明火煮食爐等等。廚房連工作平台，大飯廳佈局分明，飯廳可以擺放4人餐桌，客廳放置梳化同電視櫃，亦都有唔少嘅活動空間。外連露台望開陽翠綠景觀。浴室以浴缸設計，設有鏡櫃同洗手盆櫃作收納，有窗戶有助通風。睡房間隔方正，可以擺放單人床同衣櫃。主人房寬敞，放置雙人床後都有空間放床頭櫃，亦都有預留空間放置置頂大衣櫃。景觀同客廳一樣，而儲物室採用趟門設計，節省空間之餘，亦都有效咁增加收納空間。同層嘅 D 室間隔同實用同 A 室相同，一樣都係實用面積572尺，屬於2房緊廚連儲密室間隔。露台外望內園景同泳池景。D 室嘅儲物室就多咗一扇窗，或者可以改成為工人房。再帶大家參觀21 B 座8樓 B 室，實用面積487尺，屬於2房開放式廚房間隔。入門嘅玄關嘅右邊設有嵌入式收納櫃。穿過玄關就係開放式廚房 ，L 型嘅工作台面設有基本家電，包括雪櫃、煮食爐、洗衣乾衣機等等。客飯廳以長形開側，間隔方正，容易擺放家具。外連露台，望開陽翠綠景觀。睡房間隔方正，可以放到單人床同衣櫃。浴室有窗，以浴缸設計，設有鏡櫃同洗手盆櫃作收納。主人房呈長形，空間寬敞又方正，放到雙人床同衣櫃。除咗設有落地大玻璃窗之外，另外一邊都仲有一扇窗。同層嘅 C 室間隔同實用同 B 室相若，一樣都係實用面積487尺，屬於2房開放式廚房間隔。外望嘅係內園景同埋泳池景。Park YOHO入邊設有商場 Park Circle， 設有零售商店、超市同便利店，滿足基本所需。設有公共交通交匯處，有小巴到元朗或者錦上路，亦都有巴士來往元朗市中心，到元朗站轉乘屯馬線前往各區。購物方面亦都可以去到 YOHO Mall， 即使購物樣樣齊，更加設有戲院，或者可以到元朗市中心，選擇更加多元化。今次就介紹完畢啦，想知最新嘅樓盤資訊就記得 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 同 YouTube， 下次見啦，拜拜。